国际货币基金收讲今年台湾的 GDP 到0.8%，各界嘛真关心，敢会阁继续降？朱家长朱德明是表示，这就要看咱的出口是毋是有较好啊。今仔即马以色列甲哈马斯咧战争，敢会阁引起通货膨胀？朱德明是讲，这甲罗西亚甲乌克兰的状况无同，应该无什么影响。 国际货币基金 IMF 调整台湾今年的 GDP 降到0.8%，引发立委的关注。早期行政院主计长朱德明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 ，GDP 暂时会降低，也要看国内出口的表现。预测会不会有再度下修的可能？就各项的指数来看的话，因为事实上9月份的出口啊，我们是应该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希望到年底的时候，这几个月。 我们出口的时候也会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会有一个比较不会那么再往下走的趋势。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冲起到2.93%。即马国际上各爆发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战争，外界烦恼讲，地缘政治风险加悬，可能佫一届引发通货膨胀。 针对这点，朱德明表示，以巴战争甲罗西亚、乌克兰战争无啥共款，因为罗西亚是石油的出口国，乌克兰是真大的物资生产国，敢会进一步影响到通货膨胀经济的关键，要是国际油价安怎变化？ 以巴冲突，再加上乌俄战争，等于双重战争的影响，卷入的国家有多少，以及它的时间会有多长？那比较影响的，我个人认为是可能会油价。 朱德明强调讲，台湾对以巴的贸易量有限，去年台湾外销以色列占0.2%，出口的金额是11亿美金，主要的产品是电子零组件甲资通信产品，进口是占0.5%，金额差不多是21亿5千万的美金，主要的产品是各项的精密仪器。主计总处11月份发布经济预测的时阵，会看上新的情势重新修正。也若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，原则上3个月开一届会，会看情形随时机动开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